春节期间，警察、消防人员依然爱坚守职务，守护治安、交通甲消防安全。所以，市长每天伫春节期间都来前往市警局第2分局地检加菜金，慰劳大家。嘛，到上局中正分队感受拍火兄弟所营造的定节气氛，为大家谋彩慰劳，强调只要火过，无爱火灾。李主人5462李主人。开春以后，第一场接财神的活动，市长每天嘛特别来到北河公有市场，发送50块的市场底用券，也有促销加码抽福地订好康，气氛是闹热滚滚。希望说能够活络哦，虽然过年大家买了很多东西，很多不管是游客或是返乡的游子，或是我们的市民朋友们，大家都到各景点地方都很热闹，但是有些我们市区的或者说乡间的乡镇的的这个一个传统市场，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振兴。那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消费，能够带来商机。那台南是好吃好逛好玩的地方，欢迎大家来台南哦。市场处表示，针对受疫情冲击的传统市场，市府都来协助促销饼零器、冲买器，卖汽小辅导软硬体，打造优质的购物环境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